食住其實差唔多，廣東旅遊更超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林仔。今日同大家推介嘅呢係 CFS128 5月31號超時空男神音樂會佛山晚會2天團。呢個線路嘅話呢，首先我哋邀請咗蕭正楠以及曹永廉兩位靚仔過嚟同大家舉行音樂會。曹永廉可能大家對於佢嘅一個印象呢，可能係呢個妙手人生中嘅向眾人啦，大太街中嘅呢個安德海，以及倚天屠龍記中嘅呢個宋青書。但係大家唔知道嘅係，佢係以歌手出道嘅。佢唱嗰首長夜動人燦爛係非常之好聽。以及蕭正楠呢，可能大家對於佢嘅印象喺中華小當家中嘅呢個劉岸星，但係佢唱嗰首10個分手嘅理由呢，亦都係非常之動聽。我哋夜晚呢會帶大家入住順德4星標準駿景酒店，專享酒店戶外花園式泳池。咁啊，行程當中亦都會帶大家去品嚐到嶺南嘅當季水果任食荔枝，無論係百切果園走地雞或者係中山名翠宴，都係值得大家選擇。呢條線路我哋可以選擇喺10點鐘福田口岸集合，或者係10點鐘深圳灣口岸集合。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線路 OK 嘅話呢，真誠咁希望大家可以轉發分享出去，或者係同啲親朋好友一齊報名啦。